去現場撐港隊嘅噃。咁當然啦，紅海一片，紅色衫就係主場之力嘅港隊啦，所以就白色波衫個位根本完全冇犯規嘅。咁但係佢就想俾啲壓力個球證啊。照日佢話孟加拉啦，都知道啊，對於佢哋嚟講屬於背水一節，暫時1分敬盤沒席。咁呢場賽事其實一定會以3分為目標嘅。咁難怪一開波亦都特登踢個波出去橫邊界外啦，嚟個前場逼搶，諗住嚟個下馬威啊！就有啲似咧就上個球季嘅歐聯決賽咁樣啦。巴黎聖日耳門對住國際米蘭嘅賽事嘅做法一模一樣啦。呢邊光頭佬嘅教練都有卡比拿喺度啊，西班牙籍嘅教頭，而家教緊就孟加拉嘅。嗌都冇用，聽唔到嘅球員都呢個波可以俾翻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轉方向啊？咦，入越位一個波，如果俾係啦，冇錯，真係越咗位，爭一步嘅咋。其實好明顯咧，就係爭嗰步啊！如果你俾嘅時間咧唔走入去一個咧，就後邊後上嘅會好啲。咁不過就真係越咗位啦嚇。好，整翻好隊長臂章先。可能藍上隊長臂章對於阿佳佳嚟講咧就比較陌生啲啊，要帶穩陣少少先得。好，再回翻轉頭，門將馬馬喺度啦，21歲嘅年輕門將啊，做翻出嚟4號，亦都咧就係隊長巴文。巴文呢場波又放咁精準，兼且都俾翻隊長臂章佢攬一省，即係亦都省中咗呢個14號仔就劉家喬先嘅。劉家喬就可能會擺出去安永佳後面啊嚇，自由啲啊，係劉家喬就自由啲嘅。咁即係祖連奴打左邊咯，冇錯，祖連奴就褪咗去打左手邊，就踢咗上場尼高拉斯個位。咁中間就係費蘭道加埋呢劉家喬。做呢個安永佳背後的男人，今次係點搞法先？見到就係拉基可辛回翻轉頭先啦，再執翻上嚟中路線左手邊。好啦，阿麥蒂都響度先啦嚇，呢個咧就係左翼嘅快馬，好翻定些少。2號都係托普響度啦，個托普叫做咧就後場通天老官啦，打閘又得，打中堅都可以嘅。咁啊有機會揾佢打左閘添啊，其實就呢個可能右閘就褪咗呢個沙爾特烏甸啊。孟加拉亦都係打翻上一場波嗰啲踢法啦，即係以 keep 住個波為主。咁啊，亦都喺上半場嘅時間咧，上一次都打得幾定㗎嚇。不過去到下半場咧，就比較咧，比香港隊咧就攻嘅時間咧就開始亂嘅。咁而家喺上半場咧，見佢哋啊都幾定嘅，因為對香港隊嘅球員咧未曾走埋乜佢嘅時間咧，佢就唔俾出嚟啲波。上半場順嗰陣啊，即係講5日之前啊，孟加拉嘅發揮的而且確唔錯啊。係，同埋有時候都特登咧就係 keep 住控球再腳啊，拖慢少少節奏啊，拖下時間咁樣。但係偏偏佢哋上半場去到補時階段，一個咧就自己有個誤會啊，就送咗大禮俾呢個阿華頓搞掂咗。咁下半場就有啲亂咗龍添啦。呢邊又係見到個 Kyle 啊，就劉家喬，後邊就有啲出術嘅動作唔大㗎嚇，不過就都係一個犯規。蘇希爾雲拿，睇睇啦。呢個麥嘅係有動作嘅嚇，隻手踭嗰度咧就推落去嘅，咁啊成個咧蘇希爾雲拿咧就推跌咗，隻手都擺得幾高啊，特登挨埋去啦嚇，就劉家喬一個犯規，都係陣中嘅新星啦，劉家喬都仲係23歲嘅啫嚇。就坐鎮翻中路嘅後防線啊！有啲部署有啲心思嘅，即係如果呢個咁嘅擺法啊，咁啊揾啲經驗嘅球員出嚟，呢邊一次嘅交流再揼埋嚟，咁啊8號呢邊嘅查祖利頂翻出嚟個斜角位嘅都攞得翻，最後一波傳得埋嚟嘅，會啊啲波咧都幾勁㗎，雖然唔高啊個波咧幾急勁㗎，咁啊最後個波就再踢上嚟冇乜用啦。呢邊係葉子楠。上場都有少少受傷啦嚇，如果後段都退下火線。今次係省眾人先啊，省眾人轉身有少少攬攬地啊，似乎就佢想不過大腳先啊，余子楠啊，佢就從後有啲咧就攬住咗17號嘅蘇希爾雲拿，不停影住都係紅海一片先啦。2號仔就托普，佢係19歲嘅年輕人啦。逼得唔夠快啊！真係一個安美街嗰邊咧右邊嘅時間咧冇人冚上嚟啦，咁啊變咗個波佢係猜到，踩咗兩腳過嚟喺右邊有巴文嘅。但我估早段咧港隊唔會用大量咧就即係好浪費體能嘅高壓逼搶係咪？係啦，
可能會慳水。會嘅，因為你打咗都係12分鐘啊，咁始終一場波咧都係會緊張嘅球員嗰個落場啊，聽上嚟或者會保守啲，咁你始終都驚住，即係如果你俾對手咧俾佢擠咗一球入嚟就麻煩啦。咁所以咧打起上嚟咧球員係謹慎咧都係一個正常嘅。我諗超過打一個15分鐘後或者會好啲㗎。咁啊繼續影住咧隻教練韋斯活先啦。咁佢都係盛讚謝家榮啦，就話謝家榮從來都是一個自信的男人咁話喎。我相信今日咧就唔止一半啟德現場嘅球迷知，係全場都知㗎啦嚇。佢充滿自信嘅男人，做翻短波出嚟先。呢邊咧就阿麥特再困翻轉頭，估唔到翻落嚟回防嘅11號仔啊！好波之人咧就艾華頓。艾華頓上場都係關鍵先生嚟㗎，一個入波一個助攻。我最欣賞佢通坑渠嗰下助攻添啊嚇！係啊，佢腳法真係好嘅，尤其是喺即係禁區對出嗰啲位置，俾佢攞到波係幾有危險性嘅。暫時就未有住嘅，咁啊始終都係打咗10零分鐘啊！呢邊抌教球都好似有啲麻煩喎，咁最後都係抌入去中間位置，咁啊呢個波想打後腳打唔到嘅，漏晒，咁應該就拉基賀新嚟嘅前鋒。益晒門神呢邊咧就謝家榮先啦，人生第10場 A 級嘅賽事啊嚇！好啦，左手邊位置陳俊一大力扯咗波埋先啦，中到呢以傳劉家橋壓到埋去馬永佳唔得住，復咗旗先啊嚇，應該越位在先啊！照計係硬俾呢個安永佳嗰一腳越咗位啊！都係是那一腳啦，呢個波硬就硬得到㗎啦。咁啊，但係真係似乎就安永佳就今次係走快咗一步啊！嗱，再睇多次啦，當時呢個波咧就唔係好高嘅，彈一彈地，再一上嚟。咁啊，如果你用呢個角度睇，就似唔係越位嘅嚇，咁但係就旁證嗰個位置就睇得清楚啲啦。我睇就冇越位嘅，當然我哋個角度係啊，我哋個角度啊好啦嚇。話點都好啦，嘛在裁判舉咗旗話你越位，咁都係對手嘅間接自由球嚟㗎啦嚇。咁所以安永佳都咧就表示不認同。咁睇今日咧就安永佳嘅啲走位，尤其是啲斜插配合方面啦嚇，同隊友嘅火花有冇機會咧就大幅度提升咧？話晒其實現役入波數字方面咧，佢同阿華頓都係並列首席嘅呢一刻嚇，即係單計現役的話，都係你入11球，我都係入11球。再用長傳諗住撩個後腳冇先啦嚇，拉基賀新就撩唔晒，咪益晒呢邊嘅門將都係謝家榮啦。走錯位，俾錯波，一個走前一個俾後啊！又落翻過嚟呢邊港隊嘅球員嗰度啊，再轉過嚟余子南。冇得比啊！前邊因為都幾密下咁，所以喺後邊就要抽兩腳。鍾樂安嗱，今日其實周元德係繼續做自由人嘅，即係有球在腳咧，周元德係繼續會壓前一格打個中場箍波嘅位置。相反，平時做開呢個崗位嘅老大哥費蘭多喺直前專心打個進攻中場添。咁啊，照計係咁樣安排法啦，今日。咁所以每一場波啦，對手唔同啊，狀態唔同之下，似乎韋斯活都有唔同類型嘅調整嘅嚇。係啊，咁你同埋孟加拉佢哋嗰個打法，即係個深入啊，甚至佢哋個能力攻嘅能力咧，我覺得如果嚟到作客咧，佢未必係咁主動去打得啊。咁所以當然就唔需要擺咁多人喺後邊啦，亦都係要小心，就係話嗰啲長傳嘅啫。咁其餘佢哋喺個猜傳咧，都係喺後場嗰度多嘅，一去到前場佢哋個猜傳就爭咗啲嘅。OK 啊，呢下3個局嘅兩個人啊嚇，成功接翻走先啦。呢一個安永佳追翻轉頭，逼翻住對手控球球員啦。但前鋒仲有2個咧，就紅衫響度啊嚇，好似咧就閂咗一道閘咁款添啊。鍾樂安做翻橫先，哇！余子南咁型嗰個造型喂，着半件波衫啊頭先啊，可能佢件衫就啱啱即係冇拉落嚟啫，冇乜問題嘅。哦 ，OK，我以為想 show 下啲腹肌添啊嚇，講笑，唔俾嘅唔俾嘅。好，繼續都係你啦。但的而且確啲腹肌都幾勁㗎，余子南出你都可以㗎，你練多啲都得㗎。係，我唔得，我一嚿啫嚇，一嚿大肚腩啫。再嚟一仔幾十碼長傳 K 個位置炸到埋嚟自早年路嘅，再重新轉身上腳先啦。哎呀，拖出去橫邊界外嘅早年路啊，可惜啦。一拖嘅時間就揾唔翻個波，掛住佢得個位啊，變咗個波碌咗出界啊！咁啊，上場3-3嗰球波啦，就係佢對手嘅角球啦，佢啱就撐翻埋龍門口啊嚇，佢益晒對面就蘇美無人看管之下就頂入咗。但另外其實補時階段有下左腳遠射，其實係嚟自佢啊嚇，係嚟自早年路嘅遠射嚟嘅。
就唔係之後咧就大頭所捉到嗰個嘅余再賢，其實早年路嘅遠射嚟啊，都幾有威脅性，我球波射得幾好添啊！兩隊都冇咩機會射波喎嚇，咁啊雙方面嗰個嘅打法就唔係話即係好快啦速度，咁同埋嗰啲猜傳又唔係話好有嗰種進攻嘅侵略性啊。因為都你見到孟加拉咧，佢哋嗰個防守咧做得比較係上一場波咧更加嚴密咗，比較嚴密咗。今次亦都快步就飆贏你先喎嚇，飆快過亞頓一步喎。就嚟自咧就係阿密特嘅一個嘅防守，但好快講到有重疊腳下球啦，嚟自老大哥咧就係費蘭道啊！嗱，今日唔水太多咧，就走上走落啦，加上響啟德啦，又有冷氣啦嚇。咁啊，照計都可以踢落少少照計就梗冇問題嘅，咁佢哋本身都有操開，咁就算真係冇冷氣都好啦，球員嗰個嘅體能嘅狀態應該都可以 keep 到最少都大半場嘅。係唔知佢之前嘅傷勢是否嚴重？係個傷勢咧就擔心佢啫。如果你話佢未曾十分之即係十全康復得咁好嘅，或者會有少少避忌啲咯。係，不過今日就佢打翻正選啦。咁啊，孫銘謙都響翻後備名單嘅啦。咁啊，兩位就之前係冇份作客去到孟加拉嗰邊比賽嘅。爆炸頭又見到查祖利啦，回翻轉頭先啦。我賽場孟加拉雖然輸波啦，但係都見到查祖利個卡士個級數啊，同其他隊友係明顯不同嘅，佢係明顯高咗出嚟嘅，真係。就一個人打三份工，進攻、防守、箍波乜都係佢，有時候落翻去中堅位置幫手填翻啲窿窿位。但後場箍波又係要靠佢負責做策動，前場射罰球又係要靠佢。所以佢入籍之下真係可以係一隻帶起咗成隊孟加拉個戰鬥能力嘅嚇。再一個長傳送到埋前半場，走到嘛唔得住，益晒就陳俊一 set 翻橫，余子林再大腳清翻上嚟先，大家鬥冚㗎啦。劉家喬啊倒地，球證吹罰咗一隻白衫嘅犯規先噃。係啊，球證就比較係嚴格啲，就睇嗰個嘅大家起跳嘅時間啊。對方雖然頂到個波啊，咁但係可能有動作嘅關係啊。咁啊後邊有學普啦，再睇多次個波鬥得好高啊，余之南兩個應付一個。哇！都唔知邊個撞到佢啊！咁啊，包括隊長嘅4號嘅巴文喺度啊。咁啊，點都好啦，已經係罰球俾咗就係港隊嘅，就係鏟落去。係咪？如果你唔鏟落去嘅時間，俾對手轉到身，佢會個球員咧後衞咧一定係緊張嘅，都會出腳。好多騷擾嘅喎，其實啊，一吹罰咗之後咧，孟加拉啲球員咧好多時都走埋嚟騷擾，係咪啊？啲球員好，球證好，喺一場波都幾多啊！似乎安永佳喎，好啦，安永佳靠你啦嚇，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呢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，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係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再視線最緊要，口盡條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，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呢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，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，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。咁啊，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嚇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，一路落嚟咧，孟加拉咧佢防守都冇走甩過香港隊嘅球員嘅，但係呢腳波咧因為跣一跣腳，導致到急再出腳就輸咗12碼。又係一個犯錯所致。係啊，係一個犯錯啦。上場波大家都有啲犯錯，結果咧就雙方都把握得到。今次港隊都把握得到，孟加拉一次嘅犯錯，搏到球12碼，安永佳操刀得手，門將馬馬就捉錯咗路先啦。放翻龍門嘅左下角地波啊，冇問題嘅，旋轉添啊，靚波好有信心。係又靚又入啊 ！OK 啊，頂得住壓力啊！係啊，尤其是喺咁嘅情形咧，你頂到個壓力好緊要嘅，射12碼。招牌慶祝動作啊，波之藍色嘅慶祝動作啊！一眾紅色衫嘅朋友，全部都係支持港隊嘅 fans 嚟啊！好啦，呢邊咧香港隊有個好開始啊，領先1-0。
再嚟輪到咧就孟加拉右手邊高波笠到埋去，俾唔到阿麥特先。查祖你以為趕到，咁但係佢只係掠過呢個皮球。哎呀，一場地都跣嘅喎，係啊，爭啲又送翻俾你話。係啊，個場地都見一揼嘅時間咧，係有啲係跣步啊。好，今次個波轉就轉到啦，不過就轉咗後邊唔緊要，都攞得翻嘅。個推進因為前邊而家亦都睇到咧，走緊位就係費蘭道嘅波唔俾啊 ，keep 住都係啱嘅，即係唔好咧，即係咁急啊！有陣時而家贏緊波仲要。好，余子南好多時間嘅。唔需要急啦，而家套咧調翻轉嘅，鍾樂安、陳俊一冇人埋嚟乜就唔好俾住啦，因為見香港隊嘅球員都走唔到個位出嚟啊，冇球員練到個身啊，咁所以就唔好俾啊，係啦，俾到個地波上嚟。哎呀，呢邊一錯轉身，再攞翻順些少先啦。劉家喬單挑對手。扯到埋12碼區裏面一頭作翻走，黐翻落嚟自呢個費蘭道嘅後場，仲有周元德亦都響度，再後少少仲有顏卓斌添啊，補一腳短波，然之後余子仁直接扯埋嚟，控到上到腳㗎，咁啊見到柯永佳咧響咁向面嘅人樣馬翻喎，比賽仍然繼續啊，遠處位置頂出不遠，左腳拉射陳俊一。我諗住盡快省個波埋去補一補啦，但係都俾白山強成功封到，但係好嘢啦！嗱呢頭甩完控球權，嗰頭封翻你去路，做得好好啊！今日暫時斌仔係好有紀律性啊！今日響中場嘅掃蕩方面穩打穩紮啊，真係佢都冇辦法啦！呢個波咁樣走咗埋嚟嘅時間唔出腳唔得，如果唔係啦，拉基荷身咧就俾佢空地個波咧一轉到身咧就危險啊！咁所以呢個波都埋嚟係逼到佢咧就跌咗喺度啦，犯規啊！個波都開出嚟冇問題啊！咁啊，亦都夠晒人嘅。咁我哋防守暫時問題不大啊。係暫時佢哋即係走唔甩我哋香港隊嘅球員啦，同埋佢哋一個組織上嚟嗰啲波唔係話即係好有威脅啊。好多時佢哋啲猜傳咧都係喺自己後場，嗱好多時都放啲咁嘅長傳上嚟咧係比較遠嗰啲波咧，再接應第二下咧就唔係咁好啊！今日啊，哎呀，犯規個波。呢邊係查祖利啊，啄隻腳埋，有啲辣味喎。其實今日打孟加拉都，所以今日有翻費蘭道啦。嗱，前場多翻個保護皮球啦，同埋搏摟能力比較高嘅球員喺度，緊要嘅呢方面啊。費蘭道經驗好豐富，佢知道幾時有機會頂多個位 hold 到個波，佢就搏到犯規啦，可以。啱個客，冇人幫佢啊！靚啊！哎呀！個波爭少少攞到就好啦嚇，攞唔到咧個波，因為原來擠得好快嘅關係。余子南就企到個位啦，而咧就艾華頓都俾到噶啦，係爭好少嘅啫嗰個位置啊。不過最緊要都係保住個領先優勢，完上半場先啊！依家你大家知道孟加拉啦，其實呢場賽事就算作客都係1分都不能少噶啦。如果仲想 keep 住個出最緊要係贏到，最緊要而家贏咗咧，即係要小心啲咯，踢得啊！即係嗰個去搏嗰啲波唔係咁多，因為我哋本身而家香港隊贏緊波嘅關係啦，要急嗰隊唔係香港隊急，係孟加拉要去急，咁所以咧，就算佢喺後場攞到波，都個威脅唔大噶嘛。嗱，好似啲波佢踢翻上嚟，戰轉間咧，我哋可以做到嗰個嘅反擊上，甚至都可以進攻到啊嘛。變咗佢冇乜空位啦，孟加拉嗰啲咧踢唔到啲咩威脅波出嚟。所以佢傳嚟傳去啲波都係喺中場啊後衞嗰度嘅啫，似乎都好似撞得幾硬喎，費蘭道啲腳啊，咁啊俾對方炒埋嚟，我哋逐意將佢炒芥蘭啊，個大髀咧俾對手嘅膝頭哥咧揞落去都幾痛嘅，唔好話。被侵犯次數最多嘅球員啦，咁啊照計兩隊夾埋都係佢嘅啦嚇，高居榜首啊，費蘭道叔叔啊，哇都似乎都幾傷啊！即係喺呢個階段咧，未必即係唔需要係炸傷啊，係咪先？呢下咁樣炒埋嚟都幾型。冇有事啊，費蘭道，你好重要今日，因為通常我哋一重奪翻腳嘅球咧，隊友都成日盡快將個波交俾費蘭道，你去搞啦，你最識搞呢波。嗱，心口挨俾你，總留已經俾到費蘭道一拖上嚟，佢即刻背脊已經攝翻住呢邊10號仔就拉基荷身嘅啦。因為佢睇唔到後邊嘅拉基荷身飆上嚟啊！冇咩為意啊，變咗喺後邊打橫嚟，好似啲車咁打橫咁撞埋嚟啊！咁成個撞到飛起啊！現場玩埋呢一個人浪添啦，人浪最重嘅元素係咩啊？人夠多先得啊！今日真係人夠多啦，波飛啊神咁早已經賣晒啦，係咪先？
亦都期待今日咧就正式入場人數可以超越6月份對住印度嗰場比賽。嗰場比賽就42,570人咧係入咗場嘅。今日亦都係波飛全部售罄㗎啦嚇。好啦，長傳送到埋如何先？咁到我哋響廣播箱啦，正面望 corner 位上方咧，即係作客球迷區嗰度咧，就有部分吉位響度嘅。再睇睇最後大會公佈啦，最後嘅官方入場人數係幾多人啦？我都樂觀係應該多過上次嘅，點都一定啦。今日呢場波對於我哋港隊嚟講都係好緊要啦。咁同埋有主場之利啦，啲球迷一定係好熱情咁一早已經係買晒飛咁滯。哎呀，波搶到機會嚟啦，粒射有啦啩！哎呀，呢個波都夠快㗎啦，因為龍門嘅馬馬就褪咗出嚟啊，費蘭道。佢都覺得可惜呢個波啊！佢做到嗰個動作㗎啦，不過係有陣時揞個波嘅時間咧，真係未必係咁即係可以咁準啦。偷得快，笠得妙㗎啦，已經爭少少嘅啫，笠高個啲啲咁多得。費蘭道爭啲見下奇功㗎啦！如果入到就係佢第二個咧，就係大港腳嘅入球嚟啊！之前淨係響友誼賽咧10-0大炒文萊嗰場賽事入過波。咁啊，其餘時間就暫時未有咧，就其他入球進帳住啊嚇！即係講緊咧就係港隊戰衣嘅賽事，又接到送翻上嚟，點搞法？祖連都壓埋上嚟㗎啦。其實考場祖連奴咧係明顯多咗位鬥心咗啊，響個左邊嘅防守。係當球隊攞翻個波，佢先會壓翻上前做翻呢啲就係手轉谷。咁所以明顯啦，就我哋個防守個意識方面係謹慎咗添啊！下半場係咁啊，起碼都留翻有3個喺度都夠嘅，因為佢哋縮得比較後啊，打嚟打一個箭頭拉基河身啊。咁啊，呢段時間就谷上嚟啦嗱。咁啊，要小心啲啦，谷上嚟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好啲。個波唔錯，落咗嚟呢邊左邊得翻停，有冇人幫咧後邊？好嘢，祖連奴。最緊要唔好就失咗控球權啊！咦，今次呢個波好似睇錯咗咁啊！係啊，因為艾華頓就走咗埋嚟嘅。我見到就費蘭道一個長傳轉向啦嚇，但係嗰個位其實冇人響度啊！呢邊點搞法？開始逼你嘅劉家喬啊嚇，逼到對面嘅一傳都破壞得到嘅，一陣咧就回擊一個頭槌先，咁啊再攞翻嚟自咧就係雲拿嘅，做翻板短波，隊友再冧翻上前。點搞法？再吸翻橫之下，玩到高波埋拉基河身，冇問題啊嚇！見到就中落安啊，成功啊作翻走先啦。Leon 的頭槌啊，係啱到位啊！咁啊，中落安解圍先，再落翻過嚟呢邊，應該未出界，有球員受傷喎，足夠人喺度㗎。而家其實而家香港隊高波送埋嚟。後邊冇問題，余子南睄一睄，身邊有個球員喺度，梗係踢走佢啦。嚟啦！李小恒啊，近期大紅人，佢就係李小恒。咁啊，你換我都換喎，好似啊，孟加拉呢邊啊，18號都有伊斯林喎。咁啊，上場李小恒就冇支氣法啦嚇，咁啊暫時代表咧就大港腳 A 級賽事5場比賽入咗5球啦，即係平均每場就啱啱好1球波。希望今日可以 keep 住一個咧咁順利嘅腳風啊，着晒火添啊！上場賽事啊，時隔幾個月脫胎換骨嘅表現，佢啲現身搶點啦嚇，好積極、好主動啊，同埋快靚正啲搶點真係好緊要啊！一個球員係順開啊，亦都有咁嘅信心喺度。應該個波龍門